生命之糧言論結果下，伯多祿的宣信。聽耶穌嘅生命之糧言論嘅群眾當中，有唔少起了反感，離開咗。耶穌嘅入室弟子又有咩反應呢？於是耶穌向那12人說：難道你們也願走嗎？西門伯多祿回答說：主，惟你有永生的話，我們去投奔誰呢？我們相信，而且已知道你是天主的聖者。呢一度係若望福音裏邊唯一嘅一次記述伯多祿代表12人講話。佢話：惟你有永生的話，意思係耶穌嘅話恩賜永恆嘅生命。另一方面，耶穌嘅話亦都係生活嘅，而唔係死嘅，為世世代代嘅人都歷久常新。伯多祿大概亦都未完全明白耶穌呢一個生硬嘅生命之糧言論嘅心意，但係佢領略到耶穌嘅話嘅生命力，表現出真正嘅信德。喺若望福音裏邊，相信同埋知道呢兩個詞可以話係同義，並唔係兩個獨立嘅概念。知道或者認識同一般理智上嘅認知屬於唔同嘅層次同埋範疇，係建立於人與人之間嘅聯繫，甚至係耶穌同天主嘅共融。所以伯多祿宣信，我們相信並且已知道，並唔係指由信仰轉移到認知耶穌嘅身份，而係表達咗一個基於同耶穌嘅交往而達至嘅堅定信仰。按希臘文文法，你是只係為加強語氣而加插嘅，回應咗若望6章裏邊耶穌多次用我是嘅公式嚟到表明自己嘅身份。喺若望福音，耶穌嘅我是言論往往將舊約對上主嘅描述套用喺自己身上，從而表達佢同天主嘅緊密聯繫。伯多祿對耶穌話：你是天主的聖者，亦都表達咗呢一個緊密聯繫，因為天主是聖的，稱耶穌為聖者，表示佢參與咗天主最深同埋最基本嘅全有。伯多祿宣認耶穌為天主的聖者，似乎係有意同群眾較早之前封耶穌嘅稱號作出識別。耶穌顯增餅奇蹟之後，群眾稱他為先知，並有意立佢為王。但係伯多祿早喺蒙召選由耶穌起名刻法嘅時候，已經明認咗耶穌做默西亞。按呢一個片段嘅脈絡，伯多祿嘅宣信係回應耶穌喺62節嘅啟示。佢係從天降下，又將升回天上嘅人子，凸顯咗耶穌作天主嘅使者，傳達天主嘅啟示嘅任務。若望福音2次用祝聖呢一個動詞描寫耶穌，指出耶穌進入同埋離開呢一個世界。耶穌受祝聖係專為天主作使者，佢嘅神聖性亦都在於佢與天主嘅關係，佢係天主的。耶穌對他們說：我不是揀選了你們12個人嗎？你們中卻有一個是魔鬼。他是指伊斯加略人西滿的兒子猶達斯說的，因為就是這人12人中的一個將要出賣耶穌。回應伯多祿稱佢為天主的聖者時，耶穌指出12人中有一個係魔鬼。耶穌喺呢一度嘅洞見，喺耶穌與門徒最後晚餐時成為咗事實。若望福音13章2節，旁白指出魔鬼誘使猶達斯出賣耶穌，之後則指撒旦進入咗佢嘅心。喺呢一個脈絡之下，6章70節呢一度要指出，俾魔鬼誘使嘅人本身亦都成咗魔鬼。呢一個正係保祿告誡厄弗所信徒時所講嘅不可給魔鬼留有餘地嘅原因。喺若望福音8章44節，耶穌指責猶太人係魔鬼嘅後裔，追隨住魔鬼嘅行徑。
而喺6章呢一度，耶穌暗指猶達斯係魔鬼，唔單止因為佢做咗撒旦嘅工具，亦都係因為佢完成咗殺人兇手同撒謊者嘅工作。4位聖史都係喺首次介紹猶達斯嘅時候，描述佢為將要出賣耶穌的。喺若望福音裏邊，將要出賣耶穌那位，更加彷彿成為猶達斯嘅名字嘅一部分。聖史喺呢一度嘅預言喺18章2至11節成為咗事實，有機會再講。